喺熊市嗰陣，我成日都會提住自己，千祈唔好輸到連身家都冇埋。因為喺跌市嘅時候，最重要嘅事情其實係守住你嘅本金。你唔可以輸得太多㗎，因為你一旦輸得多嘅時候，你之後嘅交易就會驚㗎啦，甚至驚到連再落注嘅勇氣都冇埋。其實喺跌市裏邊最好嘅做法係保持一種持盈保泰嘅心態。有時候唔操作其實都係一種操作嚟，因為係好幫到你可以維持到一種最冷靜嘅心理狀態。咁對於技術比較高嘅交易人呢，其實一樣係可以喺跌市裏邊揾到機會，但係都要記住一點，就喺跌市入邊，其實做淡呢唔係我嘅主菜嚟。我喺跌市或者熊市裏邊去做 short sell， 其實只係食緊前菜嘅啫。呢一碟前菜嘅作用其實係幫我揾到一種鬆弛感，因為我可以喺跌市裏邊都贏緊錢，係俾到我一種 ease of mind， 而唔會同大眾一樣 panic 埋一份。咁喺關鍵時刻出現之前呢，通過 short sell 我可以累積到一定嘅 profit， 從而係幫到我喺關鍵時刻出現嘅時候，令我可以放膽去 take risk。即使係喺勝率低下嘅時期都好，我因為有 profit 喺手，我會更加夠膽去做一啲高回報風險比嘅交易。